人去看卖啊，对啊。所以咱对外口的演较少的，对世界的名言较重的，对环境的名言咱来选择，听道理咱来听，道言不贪呢。今日咱若拄来听，咱若拄来就从听道理，咱就心愈清净，咱就道路愈少。咱注意到感觉，咱伫厝呢，迄代志到这心拢会清，来到活动，有无？来到活动，一定会加即摆较清净，加减啦。 有啦，叫道言爱参的。所以你啊看，咱若去到庙寺，咱卖讲咱若去到庙寺呢，敢若入去到庙寺，前日看到佛祖物件，哦，咱的心就比较清净啊。毋过，过来咱的家庭、囝的代志、翁仔某的代志、家庭的代志、厝的代志、房的代志，以后代志好多，心袂清的。 所以咱今日道言要参，佛言要修，一定要修的。咱含成分做伙，咱就心愈清净；含圣品做伙，咱就心愈清净的。所以一个人伊时常咧看经典，伊的心较清净。啊，咱若要逐工咧看电视、看电视，咱的心拢袂清净。歹势啦，我也拢咧看电视啦。这是咱讲啥呢？咱要互家己的心较清净的。 咱对外口的名言较少，咱的嗜好，咱的兴趣较少的，安尼咱的心就较清净。咱来讲泡茶有心啊，咱作为咱在面头口咧泡茶，咱泡茶拢用啥物心来泡？哦，大家都有伊心啦。咱来讲一下讲泡茶的心啊。 过去日本呢，日本东部有一个泡茶师傅，哦，真厉害。伊所泡的茶有够好啉的就对啦。但是伊有一个兴趣啊，一个兴趣就是打扮做呢，一个剑士。迄种打扮，哦，逐工出面呢，伊的身躯拢下腰大，啊手夹一支木剑，身躯打扮做一个剑士。 结果就路咧行，去拄着一个真正的剑士啊！哇，惊一个！那么这个真正的剑士看到对方这个剑士来，无物啦，来，咱两来比赛，咱两来比赛。哇，这个泡茶师傅我惊着啊！哎呀，我是无败的，我是假的。这些人比赛一定。